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. That's why we're keeping your internet price the same with a 5-year price guarantee, only from Xfinity. Xfinity, imagine that. 一蘭列車路軌接連被人破壞，總理圖斯克指涉事嘅路段係運送物資俾烏克蘭嘅重要渠道，會全力追捕涉案嘅人。當局亦都相信有好大嘅機會係涉及外國勢力。李銀希報道。波蘭總理圖斯克前往案發現場視察，出事路段距離首都華沙大約97公里。佢批評有人引爆爆炸裝置，蓄意破壞路軌。行動係針對波蘭同公民嘅安全，會全力追捕涉案嘅人。事發喺星期日上晝7點半左右，有列車駛近事發路段嘅時候，司機發現路軌損毀，要緊急停車。同一日夜晚，距離盧布林大約50公里嘅普亞維，亦都有一架載有475名乘客嘅列車，因為一段大約60米長嘅架空電纜受損，而冇辦法通行。事後喺路軌上面發現金屬支架。警方證實分別接獲一宗爆炸事故同一宗架空電纜損毀報告。出事地點同樣都係喺連接華沙同東南部城市盧布林嘅列車路段發生。大批警員到場搜證，並且追查犯案人士嘅身份。初步相信涉案嘅人先喺路軌上面引爆炸彈，之後再